在地看世界，来看新冠病毒对儿童的攻击力比较较低，这种的想法，恐惊就要破除了。美国的德州竟然是有85个红婴仔集体来患着新冠病毒。医师来警告，1岁以内的小宝宝，尤其是6个月内的红婴仔是高危险群，一旦若去患着病毒，死亡率真悬。 美国 CNN 头条报道讲，德州有85个还未大济囡仔得着新型冠状病毒。之前有研究讲，囡仔较袂去患着新型冠状病毒，即马敢会有新的变数？1岁以下变成一个例外，尤其6个月以前呢，如果被感染的话，比较容易进加护病房，死亡率会比较高。医生讲，6个月内囡仔去患着真歹治疗，因为目前市面上的抗病毒的药物无针对这款遮细汉的囡仔。 另外，最近美国甲法国嘛陆续发现孕妇确诊新型冠状病毒，8到6名的囡仔嘛去患着的消息。日民嘛提醒讲，孕妇一旦确诊，真有可能的早产一定要摄孕。一感染以后，他体内的免疫系统发动，这个会对胎儿在子宫产生一些我们目前不太知道的影响。总之，就是这个胎儿比较容易早产。 医生表示讲，虽然目前临床上囡仔伫老母体内被患着的几率无悬，不过孕妇还未大济囡仔，伫疫情还未完全解除进前，千万唔通放松。